BFS DSE 2021 MC 第15題。咁呢一題咧就22% 嘅人咧就答啱啦。咁呢度咧就問咧以下邊項關於財務狀況表嘅陳述係正確嘅咧？好啦，一，佢顯示咗商戶嘅變現能力。咁變現能力咧可以點樣睇咧？其實就係靠兩個嘅比率啦，包括係流動比率同埋速動比率嘅。咁流動比率就係流動資產除流動負債啦，咁速動比率咧就係流動資產減存貨，跟住將個總數除流動負債嘅。咁你都見到其實呢啲流動負債啊、流動資產啊、存貨呢啲，其實我哋都能夠喺財務狀況表嗰度揾出嚟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喺財務狀況表嗰度咧都可以顯示到嗰間公司嘅變現能力嘅。好啦，第二咧就話非流動資產啦，非流動資產即係例如啲汽車啊、機器嗰啲啦，係按佢嘅總額由大到小排列嘅，即係總額大啲就排先。咁呢個好明顯啲就唔係啦。咁咧就係按佢嘅耐用性係啦。咁究竟邊個耐用啲咧？就擺喺上高多啲嘅。咁越唔襟嗰啲就放最下低㗎啦。咁所以咧二係錯㗎啦。好啦，三啦，佢顯示咗商號某段時間嘅財務狀況。咁三就好多同學可能覺得係啊，啱啊，顯示財務狀況嘛。咁但係大家咧就冇留心睇到咧，其實某段時間係錯嘅，因為咧呢一個嘅財務狀況表咧，大家應該記得咧，佢個標題咧係唔知幾多年、幾多月、幾多日，同埋咧呢一個嘅財務狀況表咧係講緊一個存量嘅概念啦，係講緊某一日嗰個嘅公司嘅 ACL 嘅狀況。咁所以咧其實三係錯嘅，唔應該係某段時間，應該係某一日嘅財務狀況啫。咁所以答係 A 只有1。